社长权在地人在地前来讲北港朝天宫，北港朝天宫何塞是妈祖，一人知影是重要的信仰中心。当年超过3000个进香团去挂香，香客有几万人。北港进香的仪式真丰富，而且真特殊。为清朝开始就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啊！这个文化部嘛将北港进香列为全国第23个国家重要民俗。北港朝天宫则成为国内为传承北港进香甲北港迎妈祖2项重要民俗的保存者。北港朝天宫是台湾妈祖重要的信仰中心，嘛是保存100多年历史的宫庙。每一年拢有超过3000个进香团来到朝天宫进香，信徒人数嘛在100多人。希望呢，就是把这个北港进香这个重要的民俗，那能够来肯定的认定，就是说它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民间的这个宗教文化的活动。北港进香上名的就是白沙屯妈祖，伫咧每一年3月时，固行来到北港进香，成千万的信徒对妈祖的脚步和进香文化会当继续传承。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去就是指定为国家的重要民俗。北港朝天宫讲进香文化唔有丰富特别的技术，嘛是国内外信徒传承文化的力量。朝天宫将在国内传承北港进香的保存者，未来会继续推广这项重要的民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